讲到疫情的无奈，台中东海大学确诊的学生是愈来愈多，学校启动远距离教学，宿舍是采用确诊加居家隔离学生以校为家的计划，和隔离的这个住伫宿舍的学校学生呢去住。也毋过学生咧讲，伊本身被通知爱隔离，伊也毋过袂使住伫宿舍，校方爱因家己想办法，因为感觉袂适合学校赶出来共款。对了，这个代志，东海大学澄清讲，因为宿舍无够用，干那71间房间尔，真正无够隔离通用，会先鼓励这健康的学生转去住，校方会替1/3的住宿舍的费用互因，或者学校空间空出来了后，空出这个空间会规个2个会馆，作为呢确诊隔离的房间。啊，目前呢已经有10个确诊者入去住。学校将学生视为病毒，那其实是完全去拒于这个宿舍门外。东海大学的学生会长无奈讲，甲扣隔离学生当作病毒挡伫咧门口，真像是扣校校豁出去。因为大学学生确诊的案例一直变多，学校启动线上教学，宿舍是以确诊含居家隔离学生以学校为家做计划，互隔离学生住伫咧学校内底。到学生啊不满，家己互通知爱隔离，煞袂当要去宿舍。或者是密切隔离，他们要叫他们回去，不要在这边。对，有。自己的学生，他们也没有办法受到最基本的生活照顾，不能进来宿舍，其他要坐计程车，那要搭防疫计程车还是一般计程车，你们自己想办法。快筛的部分，因为也没有人为他们准备快筛，校内学生极大不满。学生会长讲，有住宿舍的学生，不管是确诊，或者是接触确诊者，要互隔离时，就去学校的宿舍请出去，有的住外县市的父母无方便接。就迄坐防疫的客运车，不过车钱贵，佮无补助，互学生啊都唔知影变怎才好。我们在5月4号的时候，经过跟教育部密切联系以后，东海大学做出了我们有一个决议，叫做以校为家，让没有办法回家的确诊者，需要居家隔离的同学们留下来。学校配会，因为即摆房间刚有71间无够隔离用，会鼓励健康的学生等去厝的。学校这边卖退1/3的费用。即摆规划2个校友会馆和贵宾馆，将做隔离的房间，已经有10个确诊者住入来。他们包括回家的车资、移宿的费用，同学帮同学要打包整理啊，如果同学是要回家，或者同学要从 A 宿舍移到 B 宿舍，你需要一些费用的协助，我们都是请学校尽量的来协助学校。教育部讲已经和学校规划煞，卖请学校补助需要换所在学生的费用。学生若是拄到问题，麦当联络各教师帮忙，保障学生受教和住宿舍的权益。生生不息，宏观视野，我是申宏。想要看体育新闻，就要赶快看华视新闻，赶快按赞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哦。